最後集世外仙刀啊！2026年2月錦標啊，留意住9檔。特別下磅，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見到咧15檔尼羅長流就最快嘅，咁啊第二位咧，而家見到上咗嚟黃帽白衫嗰一匹咧就係 Lord Coron 啊，咁啊入邊嘅位置上咗嚟咧5號嗰隻咧就係幸運銀幣嚟嘅，中間啊就見到大熱門呢一匹咧就 W 下磅啦，咁啊黐馬嚟㗎，睇下可唔可以繼1996年之後咧再有第二匹黐馬贏啦，咁啊內欄上咗嚟咧就 Omega Guinness 啦，咁啊中間夾住咧白帽另外一匹啊就係 Happy Man 嚟嘅，咁啊第7位內欄嘅位置咧就法景小鎮，中間咧就見到咧次熱門啊呢隻盈寶威神嚟嘅，咁啊三碟嗰匹咧就世外仙刀啊，下一陣啦，見到內欄咧就 Brian Sands 啦，咁啊中間夾住嗰隻咧就櫻花永放啊，出邊嗰一匹咧就係另外一匹熱門啊浦北街景嚟嘅，後多陣啦，見到咧就係長跑長又喺內碟啦，咁啊出邊尾3嘅位置啦 Natural Rise 啊。尾二位置咧就標速引擎頭先起步慢咗㗎，包尾嗰匹咧就係旭日蒼鷹嚟嘅。好啦，轉咗大半個彎，差唔多入直路啦。前面入邊幸運銀幣啊，可唔可以喺郭之榮退休之前贏翻人 Group 1咧？咁啊見到咧隔離已經拍咗上嚟啦，就 Lord Coron 啊，咁啊出邊都好輕鬆喎，嗰隻就尼羅長流啊。然之後啦，見到抽佢出嚟就 Omega Guinness 啦，最出嘅位置啊，見到咧盈寶威神同埋浦北街景彈衝鋒㗎啦。最後大概咧就200零米左右啊，入邊隻幸運銀幣就冇咗㗎啦。中間代之而起咧就係尼羅長流啊，入邊就 Brian Sands， 出邊3隻上嚟啊 ，W 黑幫最出嗰隻就浦北街景啊，接近終點嘅時候，李慕華出邊一衝上嚟，咁啊浦北街景，咁啊連霸2月錦標，咁啊上屆亦都係佢贏，不過就金美琪騎嘅，咁啊今屆咁啊李慕華接手，結果咧贏出2026年嘅2月錦標啊！